好，來看這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拜訪中國，一寡黨派呢，今仔日也去到松山機場來表達意見，強調這鄭麗文甲國民黨其實是無法度來代表全部的台灣的。也若支持訪問中國這新黨呢，因是認為講，因為這民進黨執政甲中國是較無交叉，期待呢，會當透過電習會來達成兩岸和平。鄭麗文不代表台灣，國民黨不代表台灣。一邊是基進黨兵團體在抗議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要去拜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另外一邊是新黨甲支持者挺鄭麗文出訪。現況就是人民不要打仗，對不對？對。現況就是人民不想跪舔美國，對不對？隨即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要對松山機場坐飛輪機出發去中國，行程拍算到10日。反對鄭麗文出訪的基進黨指出，面對中國軍事威脅，國民黨利用國會多數阻擋軍國甲國防預算減弱台灣的防衛能力。基進黨呼籲鄭麗文袂當出賣國家，嘛無權利代表台灣甲中國簽署任何協議。有90%以上的民意拒絕被中國統治，所以請中國國民黨鄭麗文主席謹守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對於民意的基本尊重。第三，不得簽署任何協議，沒有獲得授權而與中國簽訂任何涉及公權力或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協議，基本上是屬於刑事犯罪。若支持鄭麗文去中國拜訪的新黨是認為，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台灣甲中國欠缺溝通甲交流，因期待透過電習會達成兩岸和平的目標。新黨也發表聲明，講期待國共會當第三界合作，共同建立兩岸新秩序，也有打造台海和台灣新時代。兩岸需要溝通，兩岸也需要有這個一定的管道來做互相的了解。各位，從蔡英文執政之後，怎麼樣的阻礙我們兩岸的交流？先是從這個我們大陸的同胞不能來台，然後呢又說什麼我們台灣民眾不能組團到大陸去。這屆電習會離頂會國民黨甲共產黨領導人雙方見面已經是過10年了。電習會有可能在初10進行，對台海的關係會有什麼可能影響？外界也攏緊張。記者盧尚祖、鄭俊佑台北報道。